時光飛逝，轉眼間我喺朗廷集團已度過30餘年嘅職業生涯。回想當初入職時喺太陽廣場4樓工作嘅情景，每日往返酒店處理文件交收嘅點滴仍歷歷在目。我嘅工作主要係處理同事嘅薪酬及報稅安排，每一項與計算薪酬相關嘅專業知識我都需要具備，例如勞工法例、職急局安排等等。每逢月中，我就開始準備計算同事嘅薪酬，要確保計算準成無誤及按時發放俾同事。特別感恩洪小姐、金總嘅信任與支持，以及每一位上司嘅悉心指導、包容、照顧、無私付出，同同事們並肩作戰，分享喜悅，無間嘅配合，使繁瑣嘅事務變得生動，更讓我感受到如家人般嘅溫暖。呢30多年不僅係一份工作，更係充滿歸屬感人生嘅旅程。我將繼續以感恩之心堅守崗位，與朗廷大家庭共同成長。阿張妍試35週年啦，你有冇特別嘢想同佢講㗎？咁咧，首先恭喜佢啦，可以得到個35週年嘅長期服務獎啦，咁我都戥佢開心。其實喺同一間公司工作咗35年咧，真係唔容易嘅。咁所以佢嘅專業精神同埋佢嘅付出咧，係值得欣賞嘅。同佢共事咗那些年啦，咁我哋都合作無間嘅。尤其是喺個車數出糧嗰度咧，我哋其實一路都合作得好好啦。即係有啲咩 update 啊，或者有啲咩問題咧，我哋都會大家一齊研究啊，一齊商量嘅。咁通常咧，好快咧都可以解決到嘅。除咗係同事之外咧，我哋亦都已經變成朋友㗎啦。咁我哋得閒咧都會約出嚟食飯啦，打下麻雀嘅。咁好開心可以認識到阿詩詩啦。呢度咧再次衷心祝阿詩詩一切順利，身體健康啦。咁繼續喺朗廷咧再創造更多嘅傳奇。